以欧洲著名2072个地方待着，传说当中的艾地利向我队私信结宾馆，哇，变成了243斤房，白茫茫的山山，绿油油的菜地，随时吃了几只奶牛，空气清新，水嘛也是海，样样海，水也是米海，非洲人再漂亮，当然在有空不着讲，对吧？哦哟娘啊，跟到是下去吧，箱子坐电梯人走下来，你只能这样，我聪明吧？哎呦，我晓得呀，我很有时间观念的，我从来不迟到。我昨天那个天鹅堡上我是奔上来的，一路狂奔，知道吧？传说当中的因斯布鲁克待着，艾地利第5栋城市。些辰光看《西西公主》电影，我根本分相上。有一天我也能踏在奥地利这片土地上。哎呦，侬哪能想得当我一样的啦？陈建万人口的3个城市办过2次奥运会，因为利于一个世界上最有名的滑雪场，那个第2场奥运会是冲得来的，本来是来美国丹佛办的，美国政府一发印子公照才办，全民公投否决了。因斯布鲁克作为替补办制第2场冬季奥运会，美国为啥叫你能够搿当强盗？两高新可以真正的当家做主人，你可以否决你办奥运会，你想想搿个伤个立身了海，中国人们手也不要举了，那种会也不要开，直接办。我去开会，我也肯定举手呀。我举不举？哎，我举你的人嘛。不是不举的手也摘脱侬，侬想围起来，出来2只手围起上1只手来。那从一个地方走进去，侪是多认真。哟，我到上海的李龙老强的嘛，我小辰光住了新庄路寻着一种房子，现在不拆迁拆脱了呀。那张样子你就讲说，艾地利2公仔，人家回去问侬去过伐？去过了呀。辣海100多年之前，艾地利和匈牙利是一个国家，统称奥匈帝国。结果2次世界大战过后呀，艾地利跟美国、匈牙利跟苏联好了，和解了，打起来了。不是打起来了，现在2个国家天壤之别。所以讲，关键辰光谁看来看扁立对。阿拉是独立产的。甚至5个钟头汽车，传说当中的威尼斯马上实现待着，据说在2100年实现移脱了。所以讲，现在你的官场没办错，前头个朋友拿香烟不吃着讲，来不及再吵，香烟好手开的，打不吃。全世界唯一没汽车的城市，威尼斯待着。等于讲一个地方三腿少2副肚子2间，还是白白包了前头。我看见三郎讲屋里向，人家称赞我一件4亿个，现在按照意大利人3亿岁，简直阿丘斯万。手指起来，叫他来称赞。哎呦，我有点更多还是，哎呀，实在不能拍照的。别讲得了，俺们称赞嘞，部长不得得上千。趁热之前，经过一道青铜奖，谁是传说当中的意大利省总省。来这个话差下头，威尼斯从一个国家变成过意大利的一座城市。但是呢，还不管是城市啊海，国家海，来高兴就叫海公，才是硬道理。与哪谁是娘？上人帮我过海日讲，我谁接理呀？